能食偌久啊？我无食过啦。我吃过我是想讲，敢若有一点啊，成迄个西洋迄边七夕情人节。七夕情人我送巧克力互你，代表我对你有淡薄意思。哦，送槟榔代表巧克力。送槟榔说我对你有意思哦，安尼。槟榔伫咧台湾是足特别的食物。 伫咧咱原住民的文化内底，伊会使用来当做什么咧 ？A. 情人定情的物件 ；B. 就是代表换贴的兄弟；C. 身躯顶装塔的物件。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好，来开始讨论。嘿，是定情的物件哦，槟榔哦，吼，还是讲是换贴。 我甲你换贴就知，换只槟榔小包者。是，也是讲咱身躯顶装塔。就譬如讲我摕来做装扮的，迄鱼糕啦、花链啦、手链啦，装塔的。是，对。来，时间到。来，咱看一下哦。哦，这边有 A 甲 B。哦，东东嘛是 A 哦。哎呦。来，咱先问一下。 这边的 A， 情人定情的物件，因为槟榔吼会当变槟榔泡，槟榔泡嘛，伊袂烂嘛，伊会当藏咧，所以代表我爱你的心永远袂烂。所以是不是定情我袂？你认为袂烂？我认为永远爱情袂烂，所以槟榔是定情的物件。你槟榔泡，爱先配出来咧，系啊。无啊，你槟榔无煲，伊嘛是会订单啊。哦，你意思是讲槟榔卖煲，卖煲订单会当挂做盘链啊。啊，那咱慧玲咧？你应该有交过男朋友啊吧？这，你不交男朋友要送槟榔吗？你对哦，伊唔是选你啊，歹势我误会。伊个先查甫啦，换贴的啦，换贴的。啊，你讲哎，当着先讲来啦，兄弟，你一条我一条，交一朋友啦，对不对？系啊，做阵兄弟安尼哦。哦，这嘛是有道理呢。对啊。我是想讲，你槟榔食偌久啊？我无食过啦。我是想讲，敢若有一点啊，成迄个西洋迄边七夕情人节。七夕情人我送巧克力互你，代表我对你有淡薄意思。哦，送槟榔代表巧克力。送槟榔说我对你有意思哦，安尼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 真正定情啊！好，来慧玲，咱就先休困一下啊。失败头呢吼，你有动头呢。嘿，好，来，这个真有动头。一个比一个哦。好，来，咱老师解说。好，啊，咱这条迄个咧讲到恁拄则讲的迄个什么原住民的巧克力，吼，这个意思哈。对台湾的原住民来讲。 槟榔是真重要的食品，是安怎是真重要呢？哦，拜祖灵、祖先的时候爱用的槟榔，翁姨就是巫师哈，做法的时候爱用槟榔。啊，若是这查甫囡仔，介意这查某囡仔，伊就安那嘛爱送槟榔互伊哦。啊，查某囡仔若甲槟榔收落来，表示啊，我对伊嘛有意思哦，哈。所以吼，你着到即嘛，台湾的南部。 阁有真侪人，若要讲亲情，就会安那摕槟榔去。所以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啥？会成袂成啊，槟榔摕真情。哦。所以槟榔伫咱台湾原住民的部落，伊是真重要的食品，嘛是情人的定情的物件。哦，这真歹的话哦。 胖牛啦，嘿，胖子叶、烤鸡叶、甲鸭叶，嘿，你去想嘛，咱单位上好嘛？嘿，3、2、1，请起来，来起来。哦，你啥那感觉是鸭啊？因为来讲学业，即马鸭叶吼，嘿，不管有钱无钱，大家拢爱穿好诶，是，嘿，所以讲鸭叶伊伫咱的迄个。 好野人吼，摆到这，就是我感觉应该是他啦，应该是伊啦，应该是，嘿嘿嘿。我嘛是感觉讲，刚刚有听过，就是说台湾是制鞋很棒的一个国家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为说在时阵到今嘛拢是一个就大出口的国。会产业，会产业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 好，两边拢对咧。系啊，两边拢出一个。安尼变安怎咧？无要
紧，无要紧。来，咱听老师先解说吼。来，老师，台湾上好起来，吼，毋是郭台铭先生，是咱做鞋仔大王张崇彦先生，已经连续2档啊哦，拢排头名。伊是咱台湾唯一的哦，伊的资产超过100亿美金哦，100亿哦，吼，100亿美金哦，是代表吼。啊，伊是咱昆林斗六遐的人，伊今年74岁啊，伊是做鞋，伊少年的时阵就是做鞋仔起家吼。啊，后来伊甲创立啥？全世界第2大做鞋仔集团叫做丰福实业集团，伊是咱早期勤俭打拼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典范哦，所以真值得大家甲伊学习。